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11月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51篇，申命记28章58节到29章第1节，使徒行传第7章17节到2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改变。上帝是永不改变的，或许是他赐福的方式会不同，保守的方法也有差异，看顾保守的作为很不一样，但是上帝对人的爱以及应许却是永不改变的。因此上帝也这样的要求那些蒙恩的人，要以不变的生命来爱上帝，来向上帝献祭、感谢以及敬拜。但是人们却经常地表现出不遵守上帝命令的生命状态。申命记28章58节到29章第1节，又再度地提到以色列人没有切实地遵行圣经的法律，离开上帝的真道。圣经说，如果你们不切实地遵行这书上所记载上帝一切的律法，不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那奇妙可畏的名，他要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染上不治之症，不能制止的瘟疫。他要使埃及人像所患的那一些可怕的疾病落到你们的身上，永远治不好。他也要使你们患上这法律书上所没有记录的各种疾病和传染病，直到你们都灭亡。虽然你们的人口像天空的星星那样多，但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存活，因为你们不听从我上主你们的上帝。他曾善待你们，乐意使你们繁盛，他也不惜消灭你们，使你们灭亡。你们要从那将占领的土地上被连根拔除。上主要把你们放逐到各国，分散到全世界。你们要在那里拜木头和石头造的神明，就是你们和你们的祖先没有拜过的。你们到处不得安宁，不能生根。上主要使你们充满焦虑、失望和绝望。你们的生命旦夕难保。你们要日夜充满恐惧，时常面临死亡。你们所看见的一切要使你们心惊肉跳，早晨盼望黑夜，夜晚等待天亮。虽然上主说过你们不会再回埃及，他仍然要用奴隶船送你们回去。在那里，你们想卖身做敌人的奴隶，却没有人要买你们。上主除了在何烈山与以色列人立约以外，也在摩押与他们立约。以下是上主命令摩西跟他们立约的内容。上帝与人立约是信实的，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使徒行传第7章17节到29节这样的记道：上帝向亚伯拉罕实行诺言的日子快到的时候，以色列族在埃及的人口已经增加非常的多。后来有一个完全不认识约瑟新王开始统治埃及，这王用诡计剥削我们的同胞，虐待我们的祖先，强迫他们丢弃婴儿，不让他们活下去。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出生了。他长得非常可爱，在家里被抚养了3个月。
到了他被丢弃的时候，埃及王的女儿收养了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带大。他接受了埃及文化的熏陶，很有说话和办事的能力。摩西40岁的时候，决心要了解以色列同胞的情况。有一次，他看见了一个同胞受埃及人的欺负，就上前保护他，为他伸冤，把那埃及人杀了。他以为同胞会明白上帝要用他来解救他们，可是他们竟然不明白。第二天，他看见2个以色列人在打架，想替他们调解，就说：你们是同胞，为什么自相伤害呢？那欺负同胞的把摩西推开，就说：谁指定你做我们的领袖，做法官来管理我们呢？你也要杀我，像你昨天杀的那埃及人一样吗？摩西一听见这话，就逃离埃及，去了寄居在米甸。在那里，他生2个儿子。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得到了上帝的救恩，因为上帝是诚信的，是爱世人的上帝。摩西是上帝所安排的救赎，他也预表了耶稣基督将来要成为世人的救赎。那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应许，因为他是永不改变的。虽然人们并不了解上帝的作为，但是上帝却仍然呼召了摩西去拯救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解救他们。今天上帝也将这样的救恩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或许不明白他的旨意了但这样的信实却是永远长存不改变的。诗篇51篇，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你有永恒的爱。求你除掉我的过犯，因为你有无穷的仁慈。求你清除我的邪恶，洗涤我的罪孽。我知道我的过犯，我自觉藏在罪恶中。我犯罪冒犯你，我得罪的是你，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的。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求你除掉我的罪，使我洁净。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更白。求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你虽然粉碎了我，求你使我再次的欢乐。求你闭眼不看我的罪，除掉我一切的过犯。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赐给我一个又信又忠诚的灵。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赶走，不要从我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使我的甘心乐意顺服你。这样，我要把你的命令教导罪人，他们就会归顺你。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宽恕我的死罪，我要高声颂扬你的公义。主啊，求你开我的眼口，我要颂赞你。你不喜欢生祭，不然我就贡献。你也不喜欢烧化祭，上主啊，我献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拒绝。上帝啊，求你用慈爱善待西安，
求你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要悦纳合宜的牲祭，那就是全牲的烧化祭。那时有公羊贡献在你的祭坛上。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救恩，让我们知道上帝是信实的。恳求上帝赐给我们信心，能够坚定地相信救恩必临到我们，特别当我们遇到极难的状况及困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